住食真係開心啲噶。而家我 Bob 咧身處咧就係澳門大三巴呢一度，揾啲朋友仔出嚟同我一齊戳住食合桃酥。望下山，望下海，咪給旅行，紅男綠女歡歡喜喜，大三巴觀音像。喂，靚女，買手信啊？係啊，打招呼先啦。喂，買啲咩先？鳳凰卷、杏仁餅咯。哇，咁識食啊！既然你咁識食，我話請你食啲嘢好唔好啊？你嚟幫我拎住。嗱，而家呢度咧就有2包嘅合桃酥，不如咁啦，一人1包，你揸住，我哋一齊戳住食。知咩叫戳住食啊？一路戳一路食，食完之後又要戳一戳咁樣。嚟試下，扭緊咧，咬一啖，跟住之後1、2、3就戳 ，OK？ 準備1、2、3食，戳啊！戳咗啦，又戳得幾好喎！誒，既然你戳得咁好，我幫你拎住先嗱，送啲 coupon 俾你，等你買食得唔得？100蚊，誒，俾多啲你啦，500加埋一齊入去掃貨好冇？你幫拎住，開心暢遊在澳門，經典手信咀香園，包你一定歡喜。